跨職能討論遠程協作，多利益攸關方的多項目管理和碎片化的信息，這些都是快節奏環境的挑戰。各種規模的成長型公司今天面臨的問題，輸入解決方案對話卡，企業協作超級應用程序，現代工作場所而構建。TikTok 的創建是為了支持阿里巴巴的內部溝通需求，已經演變成一個包羅萬象的領域協作工具，這顯著提高了生產力。從任何設備提供即時消息、音頻通話和高質量、低延遲視頻會議。TikTok 允許用戶確定優先級，並分類不同的聯繫人和聊天組。使用這個簡潔的界面，用戶可以快速排序大量的信息，帶有快捷方式和亮點，並通過創建待辦事項列表來跟進，直接從任何聊天記錄中獲取。這只是個開始。TikTok 的生產力功能提供文檔的實時在線編輯、電子表格、白板以及思維導圖、金特圖和其他項目管理工具。所有文件都可以隨時從 TikTok 訪問，適合遠程團隊隨時隨地工作的任何地方，或位於全球不同時區。企業和團隊也可以使用這些功能分配項目、協調議位，並設定時間表和里程碑，確保無縫的信息流。在組織內，TikTok 環內資料工具，專管理者設計的，消除必要過程中的摩擦、預算規劃等行政必需品。出差申請和年假申請可以在 TikTok 中提交，那麼只需點擊一下即可批准。作一款企業級超級應用，TikTok 各種規模的企業和團隊提供支持，轉變一支未來的靈活高效的員工隊伍。